播放清单里面，影片缩图调整顺序啊，上下调整顺序。按最左边有2条短线，就是合起来像计算题、数学计算题那个等于。按住那个图片靠近等于，有没有？可以上下移动，按住几秒上下移动，这可以重复。蓝棋书03A，蓝棋书03B 嘛，重复一次哦。那宋齐梁陈，那北齐是北朝的，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跟西魏，东魏后来变北齐，西魏后来变北周，然后杨坚篡北周，然后在面呢南朝宋齐梁陈的陈而完成统一。